由你創造廣播空間，星號資訊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YT 葉慧婷。你哋中意聽我邊首歌呢？你而家收聽緊嘅係星號資訊台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哋而家收聽緊嘅係星號資訊台，我係 Dennis 唔同啊！大家記得留意啦，因為咧我嘅新碟就嚟推出嘅啦。Ironic Lives， 記住2011收聽我嘅大碟係星號資訊台，耶、Music Mix 清新創作女新人迪子首張 EP《愛幻想》，全力推介，唔係情歌，清新推介自由行，接力主打夢寐之旅，遊歷樂壇音樂之旅 CD 加 DVD 即日全城上市。 Music Mix 星號資訊台提提你，下一個節目係 Miyako 娛樂日記。兜過幾個圈，看木馬旋轉，美夢似是遙遠，仍埋藏着鮮血。快樂旅途中，有沒有熱戀？看着這入場券，如同尋獲溫暖。笑問你，你話年夜後票再多的困倦，也不願只在平靜地說出絲絲的愛戀，不想也願記起香港迪士尼煙火璀璨夜晚定會很美，坐咖啡杯溫馨記憶旋轉中細味，天邊星宿也沒法比，今天心碎或痛悲，只需要記住陪伴在你身邊有米粒，始終可以幸福地沉迷在美夢裏希冀。要是你決定明日伴我去闖天與地，會很美，故事延續下世紀，一生都記起。不必理是與非，不需要顧忌，穿梭堡壘內陪伴我嬉戲，迷路鼠比精品店的美，輕輕靠近都可使我快樂跳起。當身邊掛着相機，假使到最後還未望到不准你別離，我知心裏正準備無緣合照亦抱緊你。公主與白雪都不需要羨慕，因可跟你在長夜裏擁抱。見阿拉丁本想說星座飛箭，卻又不可媲美你待我好。星空不算是太高，假使有你在旁陪伴我一起每段路，我將一切記心內，明日共你愉快傾訴。歡迎收聽8月2日嘅 Miyako 娛樂日記。係喎，提提大家8月6號3點，朗豪坊12樓就會舉行迪子愛幻想新碟發佈會。記住大家
要出席啊，多啲支持迪子啊。同埋迪子話當日喺12樓嘅 CD Warehouse 購買佢嘅唱片就會有佢嘅 poster 送。記住啊，係 fans 嘅你必須要出席啊！仲有我見到喺微博呢，有 fans 幫我整咗好靚嘅名牌啦，唔知迪子又中唔中意呢？咁你哋喺未知道迪子之前，未認識迪子之前，你又知唔知佢有啲咩歌呢？咁喺佢新嘅 EP 裏邊啦，咁我就比較中意自由行啦、夢寐之旅同埋唔係情歌嘅。咁當中嘅自由行呢，佢啲歌詞呢，就同佢嘅演繹方法呢，就令我有一個好舒服嘅感覺啦，因為會感受到佢旅行嘅情況啦，同埋喺當日佢推出唱片嗰一日啦，就有發生一段小插曲喎。咁原定就係7月28推出嘅唱片，因特別嘅情況啦，咁就延遲到29號嘅2點啦。咁點知2點呢都未到貨喎，咁佢就要等到好晏到夜晚先可以買到啦。咁我都買咗25隻支持迪子嘅新作啦，咁我都見到迪子前後都買咗40隻碟去俾佢嘅朋友啦，仲有佢嘅媽咪都買咗5隻，亦都見有一位超級粉絲啊買咗10隻喺 Times Square 嘅 CD Warehouse 喎，咁搞到當日即場缺貨啦，咁要等第2日有關嘅店鋪先可以補到啲貨啦。咁提一提大家啦，咁嚟緊8月6日呢，唔同都會喺西九龍中心有活動喎。咁唔知係 fans 嘅你會唔會出席呢？同埋都要提一提佢 fan 級嘅會長啦。咁阿小易啦，佢都聽到唔同幫我哋做嘅宣傳聲帶，佢聽到好開心喎。唔知大家又想唔想睇我哋拍攝嘅情況呢？提一提大家，而家 YT 葉慧婷最新嘅派台歌《Waiting》啦，咁就係一首國語歌啦。咁我哋都已經排緊台㗎啦。咁喺第一節完結之前，咁我送一翻首 YT 葉慧婷嘅全新國語派台歌《Waiting》，希望大家鍾意。留个最好房间给你，我的天空里如没有你来点缀，北京失去了缤纷和美丽，灿烂的星光毫无意义，变成空气让你呼吸，幻想连在一起，隔着玻璃窗外窗
這是種英